啲晶片股啦嚇，譬如中芯咁樣講啦，我哋留意到咧今日咧升幅係有成3%㗎，咁就一個幾明顯嘅反彈，因為上個星期咧都跌得幾深下嚇。咁而家市場咧就預計翻啦嗰個半導體嘅擴產啊，咁個催化劑啊就會越嚟越快落地啦嚇。咁留意翻成個芯片股嘅板塊咧，即係繼台積電咧公布業績之後咧，繼續係深受市場嘅關注㗎嚇。咁Eva留意到上個星期咧都唔少人咧留意係咪中芯嘅一個撈底嘅機會，大家又睇緊啲咩輪啊？冇錯，我哋見到咧，981咧上個星期嚟計咧，整體個即係走勢都係向下啦。咁而星期五特別個跌幅都幾明顯大嚇。咁佢一下子都回到落去咧，100天線啊呢啲嘅位置，所以都吸引到唔少嘅資金咧，當天咧係去做相應嘅call 輪啊、牛證啊嘅部署嘅。所以我哋見到咧，如果話單日計嚇，單日咧上個星期五單日計 call 同埋牛咧都合計有成1,800萬嘅資金係淨流入，睇長少少啦，5個交易日啦。剛才講過，即係佢個走勢都係向下，都係以後低部署反彈為主嚇。連續5個交易日咧，都係資金流入981嘅好倉嘅。咁5日計咧，其實佢都排喺首位最多資金流入佢好倉嘅單頭個股嚟㗎啦。合計5,700萬嘅資金淨流入，見到 call 咧同埋牛咧，其實都分別超過2,000幾萬資金去流入㗎。咁望翻嗰個正股嘅走勢嚟講咧，如果話相應部署啲牛證咧，亦都係同頭先大市嘅部署一樣，即係你都係要一個留意翻揀牛證嗰個收回價嘅一個情況，譬如可能要揀遠少少啦，去避開嗰個收回嘅風險，又或者你要做一個換馬嘅一個動作嚇。咁我哋先望下咧，如果話981嘅牛證選擇咧，而家暫時計咧，今日嚟講正股咧一個反彈嘅情況啦，所以揀到比較即係高啲近啲嘅一個收回價咧，其實都距離現貨價7到10% 左右，提供嘅槓桿效應咧，相對嚟講比較高啲嘅。先帶嚟一隻牛證選擇64611咧係中芯嘅牛證，收回價64蚊8毫，暫時提供緊嘅槓桿效應咧10倍左右嘅。咁至於話見到佢嘅call 輪咧981嘅 call 輪條款咧，其實都唔少選擇嚇。咁當然啦，佢喺較高嘅位置回落嚟嘅時候咧，大家都未必再即係睇翻之前留意開嗰啲咁高行使價嘅產品啦，可能而家咧要向下移啦，留意翻一啲咧行使價唔好太價外嘅條款，譬如話70零至80零蚊左右呢啲10零20% 價外幅度唔好太大嘅一啲產品嚇。咁先帶嚟一隻咧26591中芯嘅認購證，26591咧係今年嘅11月尾到期嘅產品啦，行使價83蚊9毫3啊，暫時提供嘅實際槓桿效應咧係4倍左右。